受到疫情影响，这两岸的观光旅游已经停真久了。早起，中国国台办宣布要恢复旅行社做台湾人去中国观光业务。不过，咱的观光局表示，禁止旅游业者带团去到中国禁令到当时也未解除的，而且中国也未开放因的游客来台湾，要安怎对等的开放，佫真侪代志需要参详。环看原名青沙台北京颐和园，也是位伫紫禁城内底故宫博物馆甲万里长城。过去一直是民众带团到中国旅游的精选行程。不过，伫疫情影响的全面话停，国台办第19宣布，即日起恢复旅行社经营台湾人到大陆团队的旅游业务。文化部也宣布，即日起恢复台湾团客，也有机票加酒店的行程。我想，这个部分是非常的乐观其成的哈。但是如何恢复，那么基本上呢，还是要对等，要双向，来进行同步的恢复啊。观光局讲，两岸旅游恢复上台市场是相互共识。即阵禁止旅行业者接待加组团到对岸的禁团令也未解除，中国也未开放陆客来台湾。安怎同步加对等的恢复，也有相关的管理甲安排，牵涉到真侪事务性协商，会赶紧来启动观光小两会。期待的是先把我们的组团禁令给解除，在做大陆的这一块的业者也是非常的多的。那也期待一样大陆可以开放，不管是他们的游客到台湾自由行也好，或者是团体也好，我们都希望能够对等同时开放。随上台湾边境解除禁令将近半年，民众说带团到各国旅游，延过中国团却是无度解除禁令。旅游业认为，若是开放两岸观光，对观光业都是好消息。旅行社在2019年以前做台湾旅客到大陆的旅行团，大概有90%旅行社都有发团到大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部分来讲，对我们不管是出境市场的产值，或者是入境旅客的产值来讲，那也都是一个好消息。陆委会发声明回应，对对华解除这项禁令表示欢迎。不过也主张，大陆方面应该同时开放大陆民众来台湾旅游限制，才有法度慢慢达到疫情进程正常交流的原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